王吩咐约押、亚比筛和以太说：“为我的缘故，你们要宽待那年轻人押沙龙。”王为押沙龙吩咐众将领的话，众人都听到了。众人出到田野迎战以色列人，战争发生在以法莲的树林里。在那里，以色列人在大卫的臣仆面前被打败了。那天被杀的人很多，共有2万人。战事在那里蔓延到全地。那一天，树林所吞灭的比刀剑所吞灭的更多。押沙龙偶然遇上了大卫的臣仆。那时，押沙龙骑着骡子，骡子从一棵大橡树茂密的树枝下经过。押沙龙的头发被橡树枝紧紧勾住，他就掉在空中。他所骑的骡子却跑开了。给约押拿武器的10个年轻人围着押沙龙，攻击他，把他杀死。那古时人也到了，他说：“有好消息报告给我主我王，今天耶和华已经救你脱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人的手了。”王问古时人：“那年轻人押沙龙平安吗？”古时人回答：“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来攻击你、伤害你的人，都像那些年轻人一样。”王悲痛的全身发抖，就上城楼去哀哭。他一面走一面这样说：“我儿押沙龙啊，我儿押沙龙啊！但愿我替你死，押沙龙啊，我儿啊！”诗人这样祷告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呼求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，如果你究察罪孽，主啊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你有赦免之恩，唯要叫人敬畏你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他，我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，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。以色列啊，你要仰望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有慈爱，也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哎，真是有够凄惨。刚才这个可能是他祷告的了哈，这个是一个我想我们很熟悉的，最近发生在哪里的事？奥运，对不对哈？奥运有看的请举手。哎呀，太认真！你们知道这什么事吗？哈，看你们笑脸就知道，他哭得那么伤心，你们笑得这么快乐啊？有看到你们笑，为什么你们笑？他是笑脸吗？他是哭脸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会在这个 ups 中，我有听见有人 say yeah？ 哦，我就听到你有啊。那一天 Facebook 多少人写什么？痛，我不能讲那个字，传道不能牧师在这里，因为他们心中有怎样讲痛夸那个人的怎样偷笑的人怎样。因为以前我们台湾曾经遇过这种不公平的事，对不对？发生在谁身上？杨淑君嘛，哈，那是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很公平的事，对不对？非常不公平的事的，所以我们心里非常的什么？对不对哈？心里有的人举手。感谢主，诚实的，因为我也有哈，主求你怜悯我。心中真的是觉得怎样失去平衡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杨淑君太棒了，居然输在什么？这袜子是什么东西啊？人就是这样，当我们的心原先期待的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怎样？那个，有声音了哈啊！已经有人在这样哈，我们心中怎样？跟我们期待不一样。我们今天经文有人期待谁？
有人期待怎样？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好消息耶！居然有人在喊什么？王啊王啊！好消息！结果是怎样？看到王是什么脸？跟这个差不多。那个王叫什么名字？大什么？大卫啊！啊，为什么人家前面来报来，好消息好消息，结果一报的时候，大卫居然怎样？哭得比他还惨，因为来报消息那个人说怎样？那个人说怎样？你的仇敌怎样？懊斗了啦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天下最大了，背叛你那个人，你最喜欢他怎样 ？ups 还是也？谢谢，你懂我的心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们的心总是对不起我们的，背叛我们的，我们总是希望他怎样？没有好日子过吗？这是我们的心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为父的心，88节才过，对不对？88节，你爸爸过得快乐的举手。哎呦，好少哦！哎呦，哦，慢慢增加当中，感谢主。我知道你爸爸快乐。在圣经中，这个爸爸最伤心。怎么了？他儿子死了。他儿子怎么死的？自找的啊？不，什么死？自找的吗？为什么自找？他什么很漂亮？啊，他是圣经中所讲的怎样？英俊潇洒，头发怎样？美丽，所以他常常留很长的头发。结果他在战争的当中，结果头发怎样？卡住的哈。有音效，对不起。好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有战争呢？也是自找的嘛。谁找的？谁找的？押沙龙啊！押沙龙是第几个儿子？这个吗？不是老大，老大叫暗什么？暗嫩。结果呢，这样犯罪，对不对？啊，居然强暴自己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哇，这个妹妹是谁的亲妹妹啊？押沙龙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押沙龙心里非常生气，但是他呢，心中有暗计，不能气。我这个是大英雄，我要按耐住。我也好好算计，于是他算计了多久？超久的，最后也连把他哥哥安嫩怎样？他把他哥哥这样，以后呢，他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？哥哥已经大哥走的，第二个在圣经中讲的很少，第三个是谁？阿德伊啊。那你会心里想，为什么第三个就是他的？他还急什么？没办法，人心怎样？超级。爸爸还在的时候，他就想尽办法，想要让爸爸这样，哎，紧落来，娃娃来，赶快换我来。于是就开始兴起了许多什么战争，还算计了他的父亲。于是呢，大卫就开始怎样？哦，因为一场这个相聚呢，他居然被算计以后，就要开始怎样招楼呢？谁要追他？他儿子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押沙龙要追他，他开始逃啊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结果是怎么样？好人胜还那个好人不能讲好人哦，大卫胜还是押沙龙？都输，输在哪里？输在哪里？两个人的关系都惨了。所以在这个失去平衡中，一个家庭本来是应该和乐的，结果变成怎样？失去平衡，全倒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父子当中为什么会全倒啊？我们运动中知道，我们失去平衡会怎么样？会跌倒嘛？难道跌倒就一定会输吗？可不一定哦。我要运用一下我们年轻人啊，你看哦。这个礼拜有个年轻人，我问他说：“你有平安吗？”我问他说：“你平安叫什么意思？”他告诉我什么？他现在正在讲话，所以他不知道我在讲他的。平安叫什么意思？平安是什么意思 ？peace， 平安他说就是怎样，没有失去平衡啊。他就说平安是没有失去平衡，是，所以我们在比赛中失去平衡是一件很怎样？要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在我们生命中会不会失去平衡？
当然也会。当我们失去平衡的时候，我们就心中没有什么平安。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平衡？以后心中就没有平安？没有平安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我们心中非常愤愤不平，因为他觉得非常怎样不公平嘛，他很冤枉嘛。你曾经有这种经验吗？你被怎样算计了嘛？你被背叛了嘛？你被不公平的待遇了嘛？这个时候你心中会讲什么？会讲什么？会很大声的讲什么？我随时会抽问哦，哈，来，会讲什么？天哪！天哪！主啊！主啊！然后呢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这里会说什么？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呼求，主啊，请原谅他。他刚刚小声跟我讲说他没戴眼镜啦，哈，不是他没专心，哈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。在这里，深处是什么意思？名词，深处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在圣经当中的原文，深处是什么意思？深处代表什么？深处代表的是死亡、隔绝、关系的断绝。上个礼拜牧师有讲到，这个本来创造的伊甸园，因为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跟神隔绝了。因为他说这样，你吃的时候必定死。死的意思是什么？隔绝，跟谁隔绝了？跟神隔绝。那个关系怎样破坏了？那个关系不再是平衡的，那个关系不再是均衡的，那个关系是没有了，是毁坏，是失去自由的。那是一种绝望。你们有绝望过吗？有绝望过的人，不要举手。大家都有绝望过。传道也有绝望过。后面有一个人他更绝望。曾经传道有个孩子考2天的基测，考了1天以后，考上午就说他不要去考了。为什么？他说我分数够了，2科就够了，其他不用了，其他多考也多的。我们做父母的心怎样？怎么会有这种孩子心里绝望到底？考2科就够，那你考5科还得了？建中了哎！但是他一心一意就说：“拍谁？我够就好了，多没有用。”绝望到底，父母的心，父母原先的期待，那个深处的绝望，那个呼求，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呼求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啊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求什么？求什么？当你绝望的时候，求什么？求什么？求什么？求神什么？给我！你会求？你绝望的时候，你会求神什么？帮助，帮助你怎样？平安，平安就是不要怎样失去平衡，不要失去平衡，就是我要怎样？我要再跟神和好啊！神，我跟你是失去平衡的，我要跟你和好啊！你可不可以让我跟你和好？跟你和好，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会不能跟神和好？上个礼拜牧师有讲，因为我们怎样？我们得罪了神。你有得罪神吗？有吗？真的哦？从哪里知道？从没有平安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得罪神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与神隔绝，你的祈求啊，你心里不会平安，你的祈求你都会怀疑神啊，你有没有听见啊？你犯罪的时候，神有没有听见你的祈求？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犯罪的时候，神有听见你的呼求吗？有吗？传道是要说有。问题在于你听不见神拯救你的声音，你听不见神要来拯救你，因为自己的犯罪，你就躲起来了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，你如果究察罪孽，谁能够站立得住？究察罪孽就是我把你记在本子上，你的罪我都不能把你涂消。但是神
没有就这样给我们没有盼望，他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有盼望的。怎么样有盼望？我相信刚才有人说，传道，你讲那个我又没有犯什么大罪，那样哪算是罪？真的吗？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就是晨光他们在营会当中所制作的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叫《含羞草的女孩》。好，我们来请看。这是要讲的是创作型经营的根本，主要是在讲使命感转换到专注型的经营工具。然后这个在行销的方面，并不是我们去好像拜托啊，你要给我什么，我能够给你什么，而是找到共通点，把这个行销架构好。好，同学，今天课就上到这边啊，下次上课要准时啊。好，下课。土刚翻动过，我浇了些水，别再动它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你不知道你很珍贵吗？
出入不脱，还坚持要我念完大学。我是个平凡的人，在听力上也有缺陷，但是在上帝眼中，我很珍贵。这是一首少了一个音的诗歌，却提醒我们，99只羊之外，还有那一只失丧的羊。你跟我都很珍贵。含羞的女孩，我不知道你在看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误会了她？我曾经放给很多人看，在中间停下来，特别是他爸爸，他在 motel 的门口牵着一个男人的手的时候，传道会把他停下来。然后让会场的人去讨论，99%都说这个女孩子是援交。这个影片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没有人喜欢她。她第一次到这个家、这个学校，没有人接纳她。你有曾经不接纳谁吗？你有曾经排挤谁吗？你有曾经先预设立场，谁是怎么样，假想一个敌人吗？你没有听他说，我是这样子，传道曾经这样，所以我要说，我是有罪的。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的混乱常常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贪婪，就像这个押沙龙一样。我们因为骄傲，我们因为很多，我们就有了跟神隔绝。当我们跟神隔绝，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们跟神隔绝，我们就没有了那个永远的福分。但是在这里，圣经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但神你有赦罪之恩，要使人敬畏你。但神你有什么赦罪之恩，为要让人敬畏你。神你有什么？为了是要人敬畏你。是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，第一个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主啊，我们相信你有赦罪之恩，你可以让我们重新跟你再一次的和好。我们若是不能跟神和好，我们怎么可以跟自己和好？我们怎么可以跟别人来和好呢？神给我们应许，他有赦罪之恩，只要我们到他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原谅我，他要给我们新的生命。我们或许会想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会犯罪呀？就在上个礼拜，我们郑牧师所说的那个蛇啊，对于那个女人记得吗？这在哪里记载啊？创世纪啊。本来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的什么伊甸园，但是蛇来跟那个女人搭讪，对不对？怎么跟她搭讪？哎呀，神岂是真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？哎，神是这样讲吗？正好怎样？相反。有人跟你讲相反话的时候，想要来跟你搭讪的时候，这个蛇就用这个方式。这个女人马上会说怎样？不是啦，你说的不对。当你想要回应撒旦的时候，你就中计了。
因为你就会开始在跟他讲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的神不是这样讲，他说园里的果我们都可以吃啦。然后你只要再跟他搭讪，再跟他几句，你就 up 了，相信吗？怎么样子呢？这个呢，他们继续对话。哎呀，你不一定会死啊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，眼睛就亮了，而且你们就知道怎样分别善恶，知道谁对谁错吗？谁对谁错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当你说对的时候，蛇就进来了。这个女人呢，见了那个棵树的果子，可以做好的食物，而且怎样悦人耳目。哎呀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够使人有智慧，就这样，手就这样摘下来了。摘下来以后就马上吃，而且还怎样叫别人吃。我有很多戒毒的个案就是这样。他怎样？有人跟他讲搭讪，然后他见了人家怎样？哎呦，好像不错呢。然后眼睛感觉看起来很美呢。哦，心里开始喜欢了。哦，这个吃了这个毒品以后，我这个创作会非常的好，这个非常有智慧。于是我的怎样，手就去赶快嗖，然后还叫别人也吃毒，是不是这样？吃毒的人大部分都会叫别人吃毒，因为要死，大家一起死。哎，你不要笑哦，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的罪也是这样来的。我们先怎样？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眼睛一直看，一直看，明明不能再看电脑，不能再看 Facebook， 心里一直想，有人一直笑，一直笑，1个小时过去，2个小时，哎呀，灌胎呀！而且吃了以后还叫别人不要下来。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恳求神，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，我们专心等候神，求神来这样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的心很像那个黑暗的那个时代里面，我们需要神来救我们那个阳光。唯有一个，我们只要转向神。我们可能在同样的路上。今天有一组小组，他们做这样说：我常常犯同样的错。有一个师说，前面有个洞，我走过第1次掉下去，我还会不会走第2次？会，还会不会掉下去？会。第3次你还会不会掉下去？会。你一生在做同样的错误，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你一定要离开罪，转身归向谁？归向十字架上的神，求他来赦免我们，给我们的罪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十字架上的宝血有洗净我们所有，他会替我们代赎。就像晨光，他为了3400人家资助他好高兴，去那边要赔20万。你知道那20万谁伤脑筋吗？那一天晚上我这一组，我跟他参加同一个营会，只是我是主办，我是跟着杨守义老师。那一天晚上，上帝跟他讲什么？睡吧。我们这一组怎样？算吧。哦，杨守义老师一直打电话，哎呦，我这期我这期呀，庄信德老师一直算啊。隔天早上，神说怎样？我要用重价买赎，我要带领代赎。阿妹吗？你的生命再有大的罪，你再有多心里的内疚，你再有多的那种不堪，有人为你超过20万要买赎你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主说：“孩子，回家吧。”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是耶。但是不是只有我们？在这个诗人最后还说什么？以色列啊！我们要说什么？台湾啊！当我们走出这个教会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有悔改的心，而且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有信心说，主，同样错，我不要再错，我要过得胜的生活。我走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这社区的青年，我的好朋友，我要找他来参加体验营。哎，不是，支路是营销3天体验营，你让他来体验主耶稣的爱，好吗？
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要得救。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国家，如果没有主耶稣，我要说我们会 ups。你要我们的国家 ups 还是耶？耶！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，愿主耶稣的恩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人，你居然会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人啊！主，我们是这么样子污秽，我们是这么样微小卑小，我们是这样，甚至我们父母都不看重，我们朋友都不要的。主啊，你要，你说你一个都不放弃，你一个都不让他沉沦。父母会不要我们，朋友可能会变，爱人早就不知跑哪里去。但是主耶稣啊，你定义要爱我们，而且要爱我们到底。你用你的十字架上的宝血重价买赎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新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要过新的生活，我们不要再过同样错误，同样被那个漩涡卷着走往下。我们不要再 ups， 我们不要再失衡。主啊，我们要过夜的人生。主，你的拯救这个时候要在这里。如果传道邀请你，如果你这个礼拜你有犯错的，你感觉你痛苦到要死，你在深处你向神求告，传道要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。如果你要求主赦免你，给你新的人，说主，我也要过一个夜的生活，主，求你来救我的。传道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你听见我们在深处那个喊叫的声音，我们绝望到底，因为主，我们在罪恶当中。主，或许我们还有我们许多我们都不知道的罪恶，但是我们心里就是不能平安。主啊，我们心里就是难过，我们心里就是空虚。主，我们就是无力，我们就是无奈，我们甚至我们心还有那个悠悠的怨恨。主啊，你应允我们在你那里有赦罪之恩。主，为了是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神，要来敬畏你。主，你听见我在你面前的忏悔。主耶稣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我相信你十字架上的宝血，耶稣为我们已经赎回，代价赎回我们。主，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赎回我们，从恶者、从罪恶当中把我们赎回来，让我们成为全新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新的人。主，我们为此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是崭新的人。主，我们愿意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中。主啊，你来掌权。主，你知道我们不想再过同样错那样的漩涡，那样子的痛苦，那样的无力。主，你来，你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有朝气，像那个起初的那个太阳每天升起一样的亮。我们从黑暗中，我们有了曙光。谢谢你要带领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蛮有能力。主，我们要为主你而活。主，我们活着只有一个原因。主，我们要为主你而活，我们要荣耀主你的名，而且我们要享受在主你的荣耀里。主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，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